一樣係大灣區，一缸血汗淚。各位車友、老司機們，今日心覺覺手頭上有2張熱辣辣，我親自跑遍兩地入油攞返嚟嘅單據。呢張單呢，就係香港入咗10公升，扣除晒所有銀行卡優惠減價，實在要俾接近220蚊港幣。呢張呢，就係珠海嘅，一樣係10公升，大概70幾蚊人民幣就搞得掂啦。好多人同心覺覺講：喂，心覺覺，香港人工高，地價貴，油價貴係常識嚟嘅啫。而且香港嘅油價高質啲，聽講係同新加坡嘅普氏油價掛鈎，由新加坡進口㗎。今日心覺覺就用我做咗10年車行老 sales 嘅內幕同數據，話俾大家聽，新加坡進口呢個神話晨早已經過時啦。今日我哋喺香港珠海入緊嘅，極可能根本係來自同一個源頭、同一個油田，甚至係同一個國內煉油廠嘅同一滴汽油。到底同一滴油經歷咗咩命運，入到呢2個地方嘅油缸，個價錢同待遇可以差天共地。今日我哋由呢2張單開始，硬核拆解背後嘅商業壟斷同埋黑幕。我哋先由香港出發，精明嘅香港車主每次入油都好似做到會計咁，又要開儲值卡，又要等星期3、星期6特價，又要計住邊張信用卡回贈多。但你望下張單，就算你幾精明，香港油價嘅基本牌價依然係24蚊、25蚊1升嘅高位徘徊。扣除咗所有所謂嘅減5蚊、減6蚊瘋狂優惠，你實質買緊嘅依然係接近19至20蚊批發價嘅天價汽油。全香港一架普通嘅私家車入爆1缸油，冇700蚊甚至1000蚊，你都唔使旨意駛出個油站。點解可以咁貴？第一個原因係香港政府收緊全大灣區甚至全世界名列前茅嘅固定汽油稅，每公升死地咁扣咗你6.06港元。換句話講，你啲油未落個油缸度，每1升6蚊已經係入咗庫房。但除咗呢6蚊，剩下嗰10幾蚊呢，啲油企會同你講：哎呀，新加坡普氏油價 MOPS 升啊嘛，我哋啲進口成本價高咗啊嘛。每一次國際油價一升，香港嘅油企加價仲快過火箭。國際油價跌，佢哋減價就慢過烏龜。網民成日鬧佢哋加快減慢，但背後最荒謬嘅真相係呢啲油根本唔係由新加坡坐船過嚟㗎。好。
香港政府統計處最新發布嘅香港能源統計季刊，數據白紙黑字咁寫明，近年香港進口嘅車用不含鉛汽油，中國內地供應嘅佔比，晨早就已經達到咗100%啦。冇錯，你冇聽錯，係100%啊！連一滴由新加坡或者中東直接坐船過嚟嘅香港成品油都冇㗎啦。各位車友，你哋有冇喺電視機聽過廣告，又或者油站宣傳海報見過呢啲消息？梗係冇啦。點解呢個咁重大嘅供應鏈改變，各大油企可以做到咁低調，好似想保守秘密咁？答案好簡單，因為秘密先至可以創造暴利。如果各大油企大張旗鼓咁同你講，喂，各位香港車主，我哋依家全部油都係由內地煉油廠直接運落嚟噶，船程只要1日，成本平到笑啊！咁大家自然會問，既然源頭變咗，運輸成本低咗，內地油價又平咁多，點解你哋仲要用遠在天邊嘅新加坡普氏油價嚟做加價嘅藉口呢？點解我哋仲要硬食接近30蚊一升嘅油價呢？知道嗎？保持低調，佢哋就可以繼續用舊嗰套國際油價上漲嘅劇本，名正言順喺我哋身上賺取最高嘅利潤。呢個先係同一滴油最殘酷嘅命運啊！好，我哋繼續拆解。既然源頭100% 來自內地嘅煉油廠，咁除咗政府收個6蚊嘅稅，其他個10幾蚊嘅差價到底去咗邊呢？答案就係油企嘅暴利默契，同埋香港最核心嘅地產壟斷。喺香港，你想開個油站，唔係你有油就得㗎啦，你要先同政府投地。香港嘅油站招標採取嘅係價高者得嘅盲標制度，一個普通油站仔嘅地皮，閒閒地拍賣可以拍出幾億嘅天價。能夠玩得起呢啲遊戲嘅，全香港來來去去都係嗰幾間跨國嘅巨頭同埋中資油企。呢個就係標準嘅商業同地產壟斷。油企用天價買咗幅地，究竟係邊個去埋單？咪就係我哋呢班冇得揀嘅香港車主咯。佢哋將昂貴嘅地租、地產成本全部轉介晒落個油價度。更加畸形嘅係，香港幾間油企嘅牌價幾十年嚟都保持住驚人嘅高度一致。今日 A 公司加5毫，聽日呢 B、C、D 3間公司呢就自動自覺一齊咁加5毫。雖然競爭事務委員會都查過好多次，話冇證據顯示佢哋合謀定價，但係呢種心照不宣嘅高度默契，背後受苦嘅永遠都係打工仔車主啦。你以為你用優惠卡減個6蚊好精明啊？其實啊，佢哋晨早就已經將底價抬高咗，減完6蚊，佢哋依然都係暴利。最後，深角角揸住自己嘅香港車過咗港珠澳大橋，直接駛入珠海嘅油站。當國內嘅加油員將油槍塞入我個油缸，睇住個油標跳緊，嗰種踩油門都唔會肉痛嘅感覺，相信各位玩港車北上嘅師兄都有好深好深嘅體會咧。再講多個實情你聽啦，既然源頭香港同內地嘅油一模一樣，點解內地加爆只需要幾百蚊？有人就會話啦，內地冇稅啊嘛。
錯啦，內地汽油一樣係包含消費稅、增值稅、承建稅，稅率仲佔咗油價嘅接近40%啊。咁但係點解人哋仲依然可以賣得咁平？因為人哋仲有呢個發改局嘅最高零售價管住咗油價係唔准謀取暴利嘅。珠海月租住宅泊車300蚊，加爆一缸油都係幾百蚊。同一滴油喺珠海就代表便利，係生活成本低，係刺激消費嘅燃油。一過咗條河，過咗條橋嚟香港，就變咗地產霸權、油企壟斷同固定嘅高稅率夾擊下嘅奢侈品。香港車主變咗食物鏈嘅最低層、最無奈嘅消費者。由上一集嘅停車場法規，去到今日嘅一滴汽油嘅命運，深覺覺想帶出嘅唔係崇洋媚外，亦都唔係想一味讚內地喺香港。深覺覺做咗10幾年車行 sales， 我熱愛香港，我更加熱愛香港嘅揸車文化。但大灣區融合到今日，當我親眼睇到、親手揸住呢2張單據，對比出兩地嘅規劃同商業壟斷嘅巨大差異時，我哋係咪應該反思香港嘅車主係咪一考車牌就等於有罪？點解我哋要為商業壟斷同埋過時嘅政策付出咁高昂嘅代價？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貼出你今日入油嘅單據，睇下邊個先係全港被揸得最光嘅精明車主。如果你都中意深覺覺呢種資深車行 sales 佬嘅硬核測試，記得幫手點讚、訂閱我哋深覺覺頻道 SKK。下一集深覺覺會同大家傾傾，有啲咩嘢會令到澳門嘅司機們日日去搶到懷疑人生。每日限額1000個嘅澳車北上背後，到底隱藏住一場點樣嘅經濟吞噬大戰？我係深覺覺，我哋下一集深夜公路再見。